要白米个啷家吃嘛？伊那好的包啥米也是包啥个啷比来米呢？有木就啥多了，会要得比得更了，啥米个啷家吃个买去吃你家米啊？搞个印的话那路好，有木就啥多了，会得路叫路带来讲嘛？米个这里头看人那路那好叫个路搞个印的，第二赛第二会打米个啷比路。伊那花样嘛比送一排米个这里头看，哎呀妞来种呢，条路还不叫个开儿。你上排有个高要啥地样呢？西要看个高标咩？提波啊，不老排啊就要吃的，这都会抢着有数年来哦，啊都嘛要打老板，要呢要打老板都排，那靠的了。啊，都叫牛做开儿嘞，炒咩咯？好老炒呢？啊要嘛，一粒些叫个了呢，啊看下了咩？好爱不叫一粒些子，要嘛啊看表咩？听我头两个呢，一粒像那好炒太了嘞，苦咪呢？一粒些子炒太个咩咯？炒太个要嘛要打老板一个呢，那可得得咩？会来他可得哎，啊炒得下咬呢老条啊，得下比较了呢，老板比较补咩咯，会爱不着啊，哎呦牛爱唔怕多啊，牛爱唔怕多咩嘞呢咩咯，得下炒咬呢老个补炒咩嘞，那可唔怕呀得咩嘞，啊有药盘唔是嘞，你嘛做咩咯？要打老板拿得咩咯？你下个波冇有毛啊咯？哎呦，好多啊！你同他唔怕啥？哎呦啊，用眼啦咩？你下红牌啊，得红牌啊，得红牌啊，啥咩咯？会眼不着啊？会话好耐，古一粒些讲咩咯？一粒些讲呢，一粒些要看买药呢，个抢个布拉来那下呢没话呗。你还比较不会啊？还个抢个不买嘞？到去年还我来一里想一年哎，一里想得考题要考嘛的呢？你还个不会抢你班，得考呀？比不难咩咯？会路比不难，得考呀？我们呢？你还不多老呢？吃太老咩？咯？搞你都，个高黄山药是，让你把个都咩咯？你还？个葡萄啊，得考呀添得呢，比不呢，得下得考么啊，什么咯？哎个不多了咩？不多了个叫得下比个不会玩，一里些呢，那要考嘛来吵架呢，如何嘞呢个？哎呦，要考嘛个葡萄，得下用不多了个，如何咩咯？让你都拍个咩？个你都，啊都嘛得想，别呢冇个讲咩咯？啊，都嘛错啥的啊？一般来会有个内容啊。听下看后面叫米呢，我要米呢，你嘛拍错没？唔会大家叫了米啥表来个多啊？你同话唔怕啥？哎，好少拍笑啊！啊，这个图来呀，回答，那可来呀，回答看西当了不得呢？哎呀，还讲错的，嘛别一代这样没？哎呀，还讲错的米啥表来没？哎呀，还讲错的，唔会大家叫没？咯，好多都你会呢，错会话啊，错得行out呢，老比较不咩咯，你嘛叫咩？你那么多，你话错啊啦，咪也有咩咯？哎呀，你妈妈啥？哎好，咪也错表，一里些呢，那可错呢呀，那可比不的呀，不多老咩咯？咪想回答啊，都嘛啥呢个，让你拍个都咩咯？那可比不那个，送不多老来个，嘛话咯？他们那个你都啊，这个代志了会，你同他们怕啥呀？你都他们怕啥呀？嘛怕你多呀呀？你几呀？你都呀？我个多你同他们怕啥几呀来弄哎？让你怕讲呀，听着没？会话都嘛都谈论啥怕咩没？啊没？他们那都嘛你同他啥来是？啊都嘛你同他啥去嘛？呀个要那回答，那咩个啷比如？